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Winky，歡迎嚟到 AI IG 營銷全攻略，由零開始掌握策略思維、內容策劃同埋成效分析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點解我哋會開辦呢一個課程。喺社群經濟嘅時代，各式各樣嘅平台崛起，我觀察到我嘅年紀族群同更加年輕嘅一代已經將重心擺咗喺 IG。另外，隨住 Facebook 演算法不斷調整，令到經營變得越嚟越困難，好多品牌自媒體都開始揾緊下一個可以作為營銷管道嘅平台。而 IG 除咗分享個人生活之外，仲可以俾品牌進行產品介紹、營銷推廣，仲可以進行用戶分析。呢一啲功能同特色都令佢迅速成為品牌嘅新選擇。我喺經營 IG 嘅時候，都曾經經歷過 followers 零增長、出 post 冇人理、產品賣唔出、轉換率低等等嘅問題。我先發現，就算喺社交媒體平台打滾咗咁耐，好多過往嘅經驗喺呢一個平台上竟然係唔適用。當我開始研究點樣有效營運 IG，雖然有好多嘅文章短片，但係呢，大多數都係偏向零星嘅操作手法，缺乏一個有系統又完整嘅教學。於是我嘗試不斷摸索同試錯，終於揾到一個有用同埋有效率嘅經營方法。希望透過今次嘅課程，可以結合營運 House IG 嘅經驗，毫不保留咁分享俾大家。我哋會分析經營思維、內容策劃同埋成效檢視三大篇章，幫助大家營運 IG 嘅時候更加得心應手。無論你係品牌經營者、marketing 小編定係個人創作者，呢一啲課堂都可以幫助你減低自己摸索嘅成本同埋時間。準備好喺 IG 建立品牌同獲取生意，我哋立即開始上堂啦！下個單元見啦，拜拜。